男人揾錢就係俾女人使嘅，甚至講難聽啲，男人揾錢就係俾女人呃嘅，冇問題嘅。即係你揾到錢俾你中意嘅女人使，有乜嘢問題呢？只要呢一個女人佢冇攞你啲錢去養其他嘅男人，咁就一啲問題都冇。佢用你嘅錢去幫補佢家用，俾佢父母用，都冇任何問題。只要你一個男人，你係做事，你揾到多少錢啊？揾到一兩千萬咁樣，你平時係做生意，你該享受嘅、該食嘅、該玩，你乜都玩過晒啦。一個男人你有，譬如有塊靚錶，有架靚車，咁就足夠晒啦。剩低嘅錢就係俾自己嘅女人使嘅，冇任何問題，係咪先？其實一個男人啊，只要你揾到一個好女人，互相中意嘅，佢大使啲冇問題，你又中意佢冇問題嘅，你呢一世都夠啦，真係嘅。你作為一個男人，你諗下係咪一條道理？你揾到一個好女人之後，佢又對你好，幫你生個仔，生兒育女，咁你呢一世仲有乜追求呢？你事業又有咗啦。好多男人都係揾到一個好老婆之後，個人都唔想奮鬥嘅，呢一世就咁平平過噶啦，咁都幾好啊，係咪先？有好多男人要出去搏殺事業、搞事業，就係因為得唔到自己中意嘅女人，所以先搞事業嘅。如果一個男人你身邊嘅女人已經係你中意嘅人，咁你呢一世都夠噶啦。佢又幫你生仔，係咪先？佢又打你成頭家，就係大使啲，冇任何問題嘅。我唔覺得有問題咯。